行政院消保处今仔公布去年第二届的房屋买卖契约查核的结果，有11件互处罚了，计共是互罚234万。疫情了后，房市搁一届热起来。行政院消保处公告，为着要看建商遵守易售厝买卖定型化契约的情形，行政院消保处公布去年第二届契约查核的情形。主要查核的重点包括契约的审阅期、停车位、验收、甲交厝期限相关的担保。揭露它的停车空间面积占购买部分面积的比例。第二个要揭露的是停车位的高度，因为停车位高度会实际影响到你车子，也许休旅车高一点，你也许就会停不进去。查核的项目内底，基本查核的数量拢总50案，其中有13项无符合规定，无合格比率是1.7%，其中彰化2个建案，拢总罚款36万。另外，针对去年5月至8月，全国卖厝排名排前10名的建案。另外，增加查核的件数，有7项无符合规定，其中建商新复发伫高雄甲台中2个建案，分别拢罚款30万。我们从109年的第一次合作的查核的这个违规的这个项次比率，到我们这一次就是去年的第二次查核的违规的比率，已经大幅的下降。因为房价飙涨的速度非常的快，所以如果说是对于建商端来说的话，是不是有业主他宁可选择赔偿，也不愿意肩负起对消费者责任？所以是不是在罚则亦或者是说在其他的相关规定上面，可以有更执行公权力的一些机会？为了减少纠纷，消保处提醒消费者签约进前，应该先去实价登录的网站，确认建案契约比载的情形，而且详细核对契约的内容。敢是甲易售厝买卖定型化契约，应该记载甲无应该记载的事项规定拢有符合，来保障家己的权益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